请问山顶的乌狗兄是一条对国外来的歌，啊，歌词内底迄个山是什么山？恁敢知 ？A. 富士山、富士山 ；B. 喜马拉雅山、喜马拉雅山；C. 阿尔卑斯山、阿尼比斯山。你知道我山顶我讲是日本歌改的，对不拢唔知呢？我简单绝对无甲你讲。是呢，我感觉You lady，You lady。不是呢，不是呢，无，伊是木场咧，伊木场咧，伊迄路啦，伊迄路啦，阿尔卑斯山呐。无啦，快乐的木场，台语共改的啦。无啦，快乐木场是快乐木场是安尼好做的，山顶我讲是日本歌改落来，日本来改的，歌词是日本的。歌词内底的山是啥物山呀？对啊，伊讲。啊，敢会是日本歌是对北国的迄歌改你看题目啊，伊讲是一条对国的。好来，啊，人叫你来补6000哦。我6000互你好。哎呦，你看嘛咧，我咧。阿尔卑斯山啊，阮恁娘，好，你的答案是我搁想者，喜马拉雅山。哦，确定。确定。好来，咱来看者。啊！害我拢念我哩你了啦。哎呀，真歹翻译这种外国喜马拉雅山。提示游嘞游嘞，日本人哪有咧游嘞游嘞？为什么伊甲你讲好，我讲你完听我的话咧？你讲要贴6000，我笑可怜的。来，机会来啊！来，我跟你讲一下，那就是 C 阿尔卑斯山。哦，因为他这首歌不是日本歌改的。好，咱来看者阿尼比斯山对唔对？容易哦，你着6000哦。山顶的乌狗兄，是1930年英国拄开始是一个英国人做的歌。啊，当然你也看迄三粒山内底，喜马拉雅是世界第一高山，大家飞起你到顶悬，拢着要喘息，到要无命，无可能伫遐摇嘞摇嘞。啊，1930年，伊本地名叫做《牛铃江的故事》，快乐的牛铃江，所以伊的旋律是足快乐的。啊，搁来到1933年的时，日本有一个歌星吼，叫做中野中芹，吼伊唱，啊唱了后，咱好听就摕来台湾。日本歌嘛。对，啊，跟住他日本歌，毋过伊头前是英国歌。是啦，我讲，我摇无唔对，我无意见，但是伊安尼搞舞招，我就感觉怪怪。无啦，你讲卖是无不了啦。我是要来回死你啦。